啊，你教阿叔啊吼，安那熬的这面筋。你甲我摕咧，放内底。全部放。今年吼，有恁姊妹啊同齐来过年，真正足好诶。可互你无用。袂啦，啊，恁姨也袂要开收位咯？就想讲还袂枵，较嘛较食啦。安尼吼，赶这来多好啦！你看，卤肉、卤蛋、年菜，安尼毋只有先过年。来一粒卤烧哦烧哦，细子，来，芳无？真好食吼，真好食。安怎？控了有烂吼？食蛋年菜。我就想你安尼。听文静讲哦，你伫好好去人欺负，你有要紧无？好好讲有朋友也是老师会当跟你斗相共。哥，你别烦恼啦，我有家己的想法，袂去受到伊的影响。还是高伫内底，我都甲恁照顾。哥，你是我上勇敢的哥哥，你一直拢是我的骄傲。